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敢有注意，行政院送去的财政违分法，那么又搁叫动起来了，又搁来修正，但是行政院搁再提予伊搁再并，予伊的增加就是比立法院委员的人头数，那么安尼敢有法度和谐来施政呢？今仔日4位专家学者斗阵来讨论。首先介绍现场来宾，头一位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系退休教授杨泰顺。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大家好。那么第二位中正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蔡英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国政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是资深媒体人郭丰竹。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那么继续咱来立法院关心，那么前呢，那么三读通过了财政违分法，部分的修正条文呢修正了，不过行政院认为计算的公式严重错误，今日提出了复议案。那么因为若别去年的修法，那因为公式的这错误有345个统筹款无法度分配。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主张用暂行条例，把这笔用伫社会福利。不过，哪些立委认为，若扩大社会福利，无应该用暂行条例的方式。在违法争议继续滚价，对立法院三读通过，在修办在违法行政院之前要提复议案，这也是行政院长窦靖泰任内所提出的第8个复议案。那今天这个基础的财政宪法遭到乌龙版的恶修，遭到爆冲版的乱修，那行政院当然必须要依法来提出体制上的救济。他老是提复议啊，变成史上最多的复议院长。每一次复议，每一次失败，然后硬要撞，等到我们3读通过了，都还没有实施，你才丢行政院的版本，那是行政院的版本，你又送不出来。针对立法院去年修订财政收支违分法，因为计算公式分布错误，和345亿通筹款无法度分配，民进党伫县党团提出，在违法第12条之一无分配款运用暂行条例。主张无法度分配到地方的345亿，应该用在人民，包含妇女做月内，政府出10万，国保年金一个月领照8000，上班族都退主提1%，政府加上1%。我们应该想一个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编列，绝对不是用暂行条例，而是未来这些政策要做。不是到处找钱，到处挖钱，要做我们就好好的做，长长久久的做。对于整个这个345亿的存在与否，双方有一些不同意见的一个交锋。在这个时间点，345亿是存在的，不是没有存在的，因为他们修正的法案当中，第3次修法了这个法案，事实上目前为止还没有生效。但现在345亿元又已经有另外一个那个草案也通过，就是说另外一个分配，那所以这2个就会有竞合。另外，对纳贝立委将行政院办在违法修正草案将反立案，民进党讲要用公道行政。新北市长侯友宜、台中市长罗秀贤是呼吁中央赶紧公布市场的经验。桃园市长张善政是建议先聚焦原则，佮提出市场的数字。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头早这1分差不多30秒，这个新闻哦，可能无一定傻有讲，这到底是咧讲啥物？第一。去年开始1办2办吼，拢有出现一寡问题，所以若别在联手过来修正，就在这个时阵，行政院提出一个版本，但是行政院连议会都无过，在定数委员会都叫人拍转去，我无爱看你这个版本，我要直接用我家己的版本，这真简单讲，但是这内面佫有345亿。所以即马行政院讲你这样呢，我无法度分配，所以伊佫提复议，复议是啥物意思？就是讲拜托的，你佫想看觅，你立法委员佫想看觅，想看觅意思就是讲大家举手投票。所以我一开始就来讲，举手投票，但是你佫咱举手咧比人头，你若被举起来，你就
执政党你就是输嘛。所以这个防疫根本就是无效的。老师，这安尼个倒退势，行政院除了这招以外，无其他的招吗？我感觉一开始吼，行政院所有一寡计算的错误啦吼，因为第一版、第二版在审查的时阵，行政院就应该提出家己的版本出来，互这社会大家来做一个比较，看你行政院的版本较好，还是这寡立法委员在野党提出来的版本较好，会再做一个公开的这比较。行政院当初呢，并无提出伊家己的版本嘛，一直到今年头10月、11月的时候，才提出家己的版本出来嘛。咱嘛毋是讲，这行政院提出版本，即马就这四路一条，都照主持人讲的，你个防疫嘛无法度同你少数嘛。我无认为遐尼悲观啦，因为这定数委员会要摆这议程，伊无甲你摆入去。即马在野党占多数啊，伊无甲你表示一款姿态啊，对无？你搁提嘛？会使搁提嘛？问题就讲即摆已经11月底啊啦，即摆搁来啊。这是重点，11月底啊。对无？嘛袂要紧嘛，我是感觉讲已经拖较侪个月啊。无差这，拖到后一个会期拢会使嘛。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中央搁真侪协调的这空间嘛。咱行政院这议长嘛有讲啊，伊讲伊即要利用这时间，要甲这地方政府甲企业界，伊搁特别提出讲企业界，要做一寡协商。甲改善伊这版本内底就内容，所以你若有法度讲甲企业界提到一寡共识，甲这地方政府大家同意你的版本，我相信国民党这款立法委员嘛唔敢反对甲对，唔敢压走啦，嘛唔敢啦，对啦。所以我感觉这希望嘛有啊，你看这国民党方面，比如国民党上大的这馆长张善政，伊嘛有讲，嘛喜欢讲市长啦，歹势，伊嘛有讲啊，伊讲这行政院会再提出家己的版本出来，这就是进一步啊，这就进步啊，所以会使个协调的空间佫真济嘛。政治本来就是在野党甲这政党定爱磨合，定爱这参详嘛。你行政院过去甲这在野党的之间的这沟通，确实来讲嘛是无够啦。咱按这事业咧，大家学习一寡经验嘛。咱希望讲下摆双方的这磨合会愈来愈好啦。老师，你应该去立法院做公道伯啊！但是你啊看吼，这罗志强吼，伊这话讲甲无遐答应呢。伊讲吼，互新版本的财委发生实施，看成效，过来调整较妥当。重点是你新版的财委法先实施，才有行政院版本财委法讨论的空间哦。伊即摆无讲遐答应呢。无啦，伊讲要先实施咯。你互我先实施，但是你互我先实施了，我才跟你吵。做咯，要我甲扳回，迄真困难啊咯。这是说来赖树宝是讲，你试算表你都拢无提出来，你要叫我信啥物？但是行政院是讲，我咧甲你放心，甲你保证讲一定比去年搁较济。财政部讲，毋是我无爱给互你。是因为迄事权爱个大家爱个瞧到咱呢，我才会真正的钱项互你。所以其实有咧释放一寡较，大家讲咱是来讲，但是看起来个好过一摆呢。所以讲，按这争执的这焦点系这试算表顶头吼，我感觉这就表示讲内底有画拍拉个的这希望嘛，有这个空间伫的嘛。你行政院试算表，你小调整一下对无？事前甲这在野党做一个参详，提出一个大家拢会使接受的这个公式出来，我相信这个上规尾嘛是会通过啦。讲嘛真奇怪，我要请教蔡老师呢。今麦国民党立法院的党团也是布困去，白佫是黄国昌，即摆。那拢无瞧出来，互伊奶奶来讲话呢？老师是毋是有感觉讲，气氛有咧改变？无啊，哪有改变？因通过就是通过啊，你的版本去评事委员会去抬掉啊嘛。老人食金啊，迄无法度讲啊。但是这个法案内底有牵涉到预算，读政治学的拢知，这都要行政部门爱同意。无到时中央钱无够，搁去甲银行借的时阵，算负责放互中央去拖，
啊，这伫各国的民主国家就是讲，恁两个协调，啊，行政部门要有同意啊。啊，但是即摆无法度同意的原因就是，伊就拢多数啊，啊多数你甲复议转去嘛是无效啊。伊去甲你怪讲吼，你袂使复议遐济届啊！我从来捌听过即个话啦。美国总统好决遮济届，人家有讲，你美国总统袂当好决哦，你超济届哦，无即个道理啊。但是老师，我感觉有困难的时阵，我就是甲你复议。啊，但是就政治的实际效果来讲，伊达袂到即个效果嘛。咱就知影，大家是举手比人对，啊，伊去甲你当啥物呢？宪法法庭也无爱互你碰啦，吼。所以即摆思考就是讲，好，你若有通过一寡有较无合理的法案的时阵，我用公道来否决，用直接的民意来处理啊。因的意思是安尼啦，吼。啊，当然这财政的部分就较复杂啦。伊照因的版本有每一寡县市啦，吼，我了解起来是安尼。北部的县市甲花莲有较有利啦。啊，民进党行政院的版本是安尼。有可能就讲来分配，互较弱势一寡县市，还是南部的县市，吼。啊，中央嘛爱撒一寡钱啊，无到时一寡全国性的代志无再有做啦，吼。袂当讲大家分家了。所以老师，你无认为像杨老师他讲，其实这些释放一寡较和谐的这个气氛，有可能大家过来。啊，但是你就是你若拢党的，无要协调，啊，你就拢已经通过啊，伊佫甲你讲吼，先来做看卖啦，吼，啊，若无较来讲啊。这啥物意思？就是继续行啦。伊的意思就是通过了，就是继续行啦。你若要协调，协调就要伫三读进前，大家来讲啊，你这个部分你是毋是会当让步？吼，啊，大家吼，较袂讲到时做落，像因过去公式拢创唔对的啊，咱甲讲甲安尼，伊即摆去改，啊改时你毋是大家去小我来瞧一下，我感觉是安尼啦，吼，毋是讲一定送会赢啦。以后恁若执政的时阵，中央若拢无啥钱的时阵，也是讲这各县市吼，无这个全国性的物件无的时阵，也是讲中央若发生讲灾害的时阵，伊要补助的时阵，中央无遐济钱的时阵，你到时要去叫啥？袂使讲你分家了，恁大家拢好嘢啦，中央就去四价煮番薯壳汤啦，吼，无米煮番薯壳汤啦。我感觉吼，恁那种永远的有可能的执政啊，大家吼。撒尿的啊，莫拢来大主大意啊，吼啊金胖嘛无好势啊，你通过法案是安怎？但是吼，我不出帅，我要请教这个咱李老师吼，这苗栗县的县长吼张东锦嘛，是，伊讲吼是嘛好啊爸吼，你压出来就知影，看你中央政府的心咯，是倒边还是伫咧中啊？吼啊，这是毋是就讲？啊，你哋都无先调好啊，所以我就无法度甲你赞声，是这个意思吗？这确实啦，因为吼在在位发上大的问题，莫讲问题，上大的症结，或者说心结啦，哈，各县市甲中央，吼，大家心结伫倒位啊？是讲钱要哪分配？大家你讲这个县市啊，个县长啊、市长，大家拢嘛想讲，我摕钱愈摕愈好，摕愈侪钱愈好啊！大家拢嘛想要安尼想嘛，对无吼？啊，中央就是讲嘛无法度全部拢互你啊。像蔡老师讲的有道理啦，因为你中央若无留一块钱，全部压互你地方去，啊，到时阵啊正有代志的时阵，也是讲中央将讲咱全台统一性的这个政策要推动的时，无钱要安怎？所以这个时阵，大家的这个公式啦，还是分配啦，还是这个主要要点咩什么这个补助是安怎去做吼？这确实是爱讨论啦。啊，当然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讲哦，照你讲啦，这个行政院吼好不容易才把因的版本提出来，大家花1年外嘛，1年外即马行政院才提出来的时阵哦。讲正啦，民进党政府哦，因家己爱承认，伊这是个错误啦。啊，你执政你赖总统就任1年外，1年要1年半嘛，到即马你才甲在位法的版本、行政院的版本提出来。啊，你讲你还希望大家，当然啊，我个人是感觉讲。照你讲，是这个版本甲在野党的版本应该拢来提出来，大家好好讨论啦。不管是公示啦，还是补助款啦，还是这个大水库，偌济钱啊đặt落去哦，大家拢来讨论啦。
你若无讨论，大家拢无多。但是伊即摆连定数委员会都无要你过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啦，照你讲，你这行政院长吼，可能啦，你这周荣泰可能第一个会用拜托立法委院长嘛，这个韩国瑜出来主持这个超越协商，吼，叫这个财要党小牛一下，把这个行政院的版本这个提上来，大家这个来讨论，那并案讨论。老师的意思是讲，应该爱去有会使加一寡政治动作的。一定系啊。第二个就是讲，那战略无法度，就变讲爱总统爱出面啦。即摆变成是立法院甲行政院两边的这个怨气协调有问题嘛？变讲你总统爱出来啦。是协调过一摆。进前去协调，大家狂人啊叫协调，变讲是总统讲啥，啊就安尼做啊。问题你无事先无去甲财要党参详，就像讲你即届财政部咧推即个版本出来时，你无先甲。上少你咪甲立法院内面财政委员会委员先拍招呼，嘛无啊。啊，所以变讲你放出来就讲你一定爱接受，啊变安尼啊。啊，我就感觉讲奇怪，就讲这个行政院长伊家己做个市议员甲立委嘛，伊嘛知影讲，这个行政部门得定定去找立法院啊，为什么定定要各部会要设联络人？国会联络人，有诶法案啊，像讲你爱去合调嘛，对不？大家看，因为老师，你有认为杨老师讲啊，无你搁送一摆嘛？我是感觉讲应该送啊，过来翻头，搁拜托一个阳山托市，过来送一摆嘛。所以应该拜托这个韩国瑜出来做朝野协商，那再搁把迄个行政的版本再搁送出来，啊。踮喺迄个财政委员会内面来讨论，并案讨论嘛，对吧？这是应该做的啦。这是应该做的。我要请教洪总，因为这吼，现在今日特别去邀请洪总来，这内面佫关于着国防预算，国防预算未尽的吼，大家就讲啊，这个加到这无效，这含是战争的这个危险，所以这个气氛之下，佫来讲这个财政维稳法。这还有适当啊，无适当。我先回应讲，国防的这个预算吼，特别预算，这不是当年编的，这是未来咱要开8年的时间去调整咱国防的体制的。因为过去咱讲真的啦吼，国防预算当年编吼，拢是3个军种吼，这个海军、陆军、空军，大家画巴拉肯，啊看啥人生车较济吼。我转倒就好啊！拜做，做个这个牵涉着讲做什么人做总长到国防部长，吼同一挂的个较好过，无轮着拢食迄落韩之签吼，较歹过日装备也歹去，可能唔知要安怎吼。有诶讲请无钱通请预算去修理，还是讲换零件讲倒来，所以佮涌现讲几十年来，咱诶做一国军诶。军队用的装备，莫讲武器，装备身躯穿的，也是讲你用的，佮拢做落伍的，这是一个问题。再来就是像过去，我做兵的时阵，拄好咧修理飞行机，就是拄着空军上艰苦的时代，迄一礼拜拢爱摔一两只飞行机的时代，足恐怖的。我未入去，拄好入去训练中心，就听讲中华落3只，一工落3只，当这落落。我一个月后去基地时，因为班长拢讲迄时系足恐怖，迄工足恐怖。因讲落去聊吼，聊迄中华吼，迄外口迄谈吐吼，落去聊讲扣迄个残骸吼，毋知要哪扣，因为拢落落土内底，海水退到法度扣，因讲扣到转来吼，时间拢有个人剩一个鞋啊，有个人2支鞋拢无去。因为拢黏伫咧土遐，溜起来就无去啊！所以迄个上艰苦的所在，即马过啊。但是真侪武器，咱毋是买传统的武器就好。上重要讲，即马你看乌克兰去俄罗斯拍甲安尼，但是伊嘛用足侪新的方法，包括你讲无人机，个反制无人机，也是讲无人船去甲苏联的大的战舰甲弄个定。
啊，这拢无共款。你他所讲的这代志吼，对这国民党的党主席来讲，你这加起来遮济，我不管你是加什么物件，你就是要限制着战争的危险。伊这显然就是，我不管你创啥物，我就感觉你想要增加着这个战争的风险。但是你颠倒头讲，即马咱搁较安怎做？军力拢是对面的1/10无够，甚至1/50，佮算加这吼12500亿，加100亿我都无够，规气都卖加。但是这是一个表示讲，甲国际的朋友拢讲，咱的国家无要互变更，咱的生活方式无要互变更，因为咱至少会使挡偌久，咱挡偌久。这是一个态度。你若讲即摆时阵讲吼，要投降就好啊，所以我要问过来问郑主席、郑丽文主席，你即摆意思是讲，咱即摆投降就好哟？要来讲无？讲实话，台湾人敢安尼吞落去？袂吧？国民党的投票的人嘛，毋是安尼想的哦。我讲真的哦，伊即摆是少数的党主席哦，足侪人国民党员无赞成伊哦。我讲真的哦。包括阮厝内个国民党的亲人嘛，是拢无要转互伊的国民党员哦。所以你无安尼讲，无讲哦，安尼就是危险，毋是。过去二次大战，大家冇袂记哩，英国的首相张伯伦看到讲捷克去互拍，波兰去互拍，伊讲啊，我紧啦，安尼我紧去啊，和希特勒吼找一个好朋友墨索里尼，甲伊讲啊，安排阮两个见面吼，讲好就无代志啊，伊个袂拍来啊，结果照拍。无咧向你，我讲啊歹听，讲啊无错咯，无咧向你，因为集权的国家，伊无需要人民的同意，伊即摆摕到伊权力的时阵，即几十年讲真诶啦，习近平吼是咧开因进前在一代、二代的老本。咱今日是安怎吼？要甲即个国防预算的即个案吼，特别预算啊提出来讲，就是讲，这甲整个立法院的即个气氛有关系啊。但是这看起来，哪边？即个态度甲讲起来话是无按算要互过，吼，而且有可能讲规个拢开开，所以连带即个财政违分法，在即个气氛，你行政院佫提出互议案，所以会更加强讲，哦，这啊，你就甲小队做啊，我就无爱插你啊。老师，你认为即个气氛安尼敢好？我感觉这行政院哦，有请提出一寡计划，还是讲方案的时阵哦。拢无考虑到咱即个整个的即个法律啊，是讲宪法的这规定啦。比如讲，即摆你头讲起了即个国防的这预算吼，伊说要用这特别预算的即个方法吼，要来提出一条一条2000几万啊，2亿几万啊，吼，20几万啊。那你用特别预算，咱特别预算法里面对这特别预算有真多规定哦。毋是讲你行政院你想要提出就来提出来哦。咱预算法里面内底规定讲，你除非对着这国防的紧急的需要，哦，还是讲对着战争，伊才会使用这特别预算，哦，来编的这国防的这经费，哦，啊，若照这计算式头提起的，哦，咱即摆有需要加强咱家己国防，加强咱家己军力，迄我相信大部分的台湾人嘛会同意啦。啊，毋过你若有即款看法，你讲啊，拜几啊年要使用到即款武器、即款装备，啊，你著甲编入你一般的预算内底嘛。你即国防预算已经到9000几亿的即种规模啊，你搁较加起哩嘛，对不？你一年一年甲编嘛，啊，你想啊，你要用这特别预算，吼，啊，你若讲要用特别预算，你讲有特别的需要，吼，情况非常紧急，非用这特别预算不可。安尼嘛会使啊吼，比如老总统嘛有提起啊，讲可能咱2027年就有战争哦。哦，你若用这理由哦来做这个，讲我要用这特别预算，哦，我感觉安尼一般老百姓嘛会甲你甲政府来配合嘛。那毋过你要需要些武器，你是毋是你要甲美国买啥武器？你是毋是甲老百姓讲好清楚？比如我要飞弹，我要这个啥物，头下讲讲无人机哦，无人艇。哦，你项目是毋是爱先公开？哦，互大家讨论嘛，种啊，你若买这武器吼，啊，可能对咱的这国防领域有真大的这提升，吼，还是无效，吼，互大家去辩论嘛。啊，你是毋是咧代志爱讲好清楚？
甲美国提出，因为你要买，美国无一定要买你啊。咱讲一个即马最近的这例啦，比方郑水港，迄当时咱要开始讲要自制潜水艇的时阵，美国嘛答应要甲咱帮忙啊。因为美国的智库嘛做咱顾问啊，结果即马咱这潜水艇做啊，本来讲11月要交接的，美国无法度交接，美国佫出来讲甲咱斗相共，嘛无啊。即马美国佫欠咱2000几亿的即个，咱已经付钱啊，伊还未交货互咱的即款武器咧。你帮啊拢无法度按照时间来交，这样我编一条几的这代表，甲你买武器，你是毋是一定会交？还是讲我的这清单内底，我提出来这名单内底，你要甲我提几啊项？你若甲我提，我即马提出这有算就无效啊。所以我是讲政府在做这定数，透明爱讲说明啦，无一定讲真透明，国防的代志无法度完全的透明啊。毋过你要，比如你上大的战略的思考，你是要踮咧境外主角，还是要滩头这个抗战？你这把讲个清楚啊，因为这我的武器拢无共款啊。你这若讲个清楚，你再编出这有算，再提出这有算，我相信国民党若要反对嘛无路反对啦。洪总，你来说明一下，这钱是要安怎开啊？我先更新一寡资讯啦吼，可能杨老师可能昨无听到，因为包括昨大总统个人加顾立雄顾部长加今日行政院拢通过时，拢有说明讲要买多几项武器，7大类拢有讲，只是无讲型号尔第二2000外个军备是咱有定，但是还未付钱，因为咱讲什么物件拢共款，包括军方嘛共款，你物件无来，我钱袂互你，毋是安尼算的。是讲，咱有定，但是还未到。我头个重点就是讲，你时间咱契约定好的时间，你物件无来嘛。是对，即咱甲这比对啊，无毋对。但是咱这资讯无共款。F16啊，F16位，但是无交，迄钱就袂使互伊。这主计部个拢会定，监察院也定，这国防部长会落台的这毋是开玩笑的。任何一个部长拢毋敢讲，我今日买电脑。100台，100台无台，我钱先落你。咱的部分你先落来，我讲真诶，咱会先落来。你若讲买100台电脑，军方要用，结果电脑还无来，我钱先付互你，这国防部长先落台。讲真诶，这毋是开玩笑。但是要买什么，要安怎拍，其实国防部嘛有讲。即马已经毋是真正决战境外，迄是李登辉时代的决战境外，迄是一个想法。到落尾，这20年、30年，规个两岸的军事变化足大的，咱一旦差足济，无可能个决战境外啦。所以毋再讲去练滩头加啥，加主角，就是讲有可能互登陆，但是登陆的时候咱甲拍掉，毋再有遐济武器。所以真侪人讲什么扫毒地雷的还是放地雷的，就是恐怖的物件，毋是，迄是要敌人真歹看的。互伊真惨的物件，迄当然是无希望用到。但是你也无准备，就像恁兜铁门共款，隔壁拢去用调查头啊！你讲我铁门甲拆掉好啊啦，伊个袂来啊啦，佮袂甲挑衅啊！安尼这个理论我绝对无接受。但是透明化我绝对赞成。透明化其实嘛有两个部分。第一，国防部的到立法院去秘密会议的报告，其实嘛真侪人讲较歹听的。私底下拢有偷听、偷报出来，这是足谴责的一个行为。讲真诶，甲阮记者拢挡路口，拢甲阮装笑的，拢讲袂使开放，拢爱甲阮请出来。入去了后讲，奇怪，咱就较侪人讲的，拢讲，这拢袂使讲，咱拢有人知。但是这问题是有说服立法委员无？因为我看起来，我较歹，因为讲真诶。你若一个国家定位拢无共一个心的时阵拢想讲无要紧啦，等我执政的时阵我拢要改掉。伊即摆是这个情形，即摆叫做分裂的政府，对行政部门甲立法部门是无共的人，无共党，无共党派。即摆国会个直直在你改到你讲真个个先甲你的大法官宪法法庭甲你废掉。你即摆连要判断讲有违宪无个袂使。危险个无袂使，即摆变做讲一个叫做这我模糊地带啦。
这我有蔡老师来讲，蔡老师，即马这个国防医生，这特别医生，他都按杨老师所讲的，讲其实这是紧急的时阵，加这个要战争面临战争，所以赖总统也特别讲，咱有可能2027的面对着战争，所以这有符合这个特别医生的精神无？你家己认为？毋是2027年迄一年伊会来拍台湾啊，伊是讲2027年。根据美国的国会报告，迄年伊比较较有能力，来发动这个定力，也是讲伊用火箭来大台湾，所以你讲的是讲，迄个时间是一个能力的目标啦，毋是讲迄个时间要来拍你啊，大家就想开始放啦，即个迄天2027年。因的主席就开始讲啥讲，你这就是咧破油落，规拢火拢倒啊，做到这个紧张啦。马总统伊第一版的这个讲法就是讲2027年会发生这战争。不是啦，伊是安尼讲啦。啊，尾再搁修正，法令能再该修正。我讲因为美国迄个国会报告，迄是该讲2027，因为佫有讲足侪时间的，有2035啦，有2049啦。不管如何，蔡老师认为。这增加这特别医生，这个是算作有根据、有正当性嘛？不，特别医生的部分就是讲，一般性的医生无法度处理的时阵，咱用当然，不管是一般还是特别啊，拢爱互立法院审议啊。因无同意，你啥物特别无特别，拢无关系啦。伊记着美国的迄个，伊嘛讲会有啦，我嘛拢会支持啊。但是私底下你搁讲的时阵，佫无共啊啦，反效啊啦。包括因的主席讲迄3%伤济啦，我意思是安尼啦，就是讲，这咱要斗保全的系统啦，这设要用的时阵，伊甲你讲你唔免迄，就你讲的，放个空软就好啊啦，迄是足危险的啦。就是讲以后恁这阵嘛是爱有这国防啊，无老酒的时代，无恁都干脆就免了，干脆讲无大家来讲就好啊，唔是干讲用恁的嘴，就法度解决这两方的问题啊。你唔通逐概拢用讲即个代志啊！你若无美国斗3工，日本斗3工，菲律宾甲你斗3工，咱无才调啦。你若拢无爱发展这，你的军事拢无爱感觉讲，莫讲会当拍赢伊啦。咱交易是差真济啦，但是问题是安怎念知？因为咱用即个策略，就是讲伊若起来的时阵，美国先派无人机、无人敢先来，咱搁直接配合会挡较久啦。日本有概率，美国有概率，我相信伊会小可会害。但是老师，我有一个好奇呢，现在亚裔可能杨老师来当来补充一下我会记 AIT 的人因在台湾 AIT 的头人，毛招国民党入去讲话，这个黄国昌因啊入去讲话嘛，唔知讲到结果是啥物，哪会阁出来又阁安尼讲？到底这是安怎讲的？不，拢好面真看。迄头来讲，意思讲好啦，我拢支持，我拢听话啦，出来等下假是讲，上甲你讲这，你是在咧听这，不肯去，因就反对啊嘛，足简单的道理嘛。你发展这危险，这咱要叫阿强讲恁搁伫遐就是恁要创台独，恁买武器，美国天理嘛是拢台独，都规头到尾就是拢安尼啦。但是若照因的意思去做。过去老蒋的因的政策完全都唔对，你就是叫伊讲话就好啊。现在伊交因爸仔囝来讲，袂使交因接受，就是过去一直拢去互因骗嘛。即摆人咧甲你骗，你搁替算钱啊？这个问题就出伫遮啦。这我问下李老师，你敢认为讲国民党会叫用骗？包括昨仔是迄个过来台湾的这个中国移民，伊就讲，你是田主席甲我骗啊！我咧讲我先来讲即个国防医生的问题啦。讲医生到后摆讲正啦，你讲台湾咱中华民国爱到底爱偌济钱增加偌济钱，才会加强咱的国防国军的备战的这个准备。这其实莫讲啥啦。全民，讲大部分的全民一定会同意啦，嘛支持啦。问题是爱增加到偌济，这类嘅讨论，因为增加到偌济是咱政府、咱国家有法度去
支持的哦，去负担的哦，吼。当然，迄当阵当然，踮咧迄当阵，即个国民党主席咧选举前，迄当阵即个 AIT 迄个古立文，古立言歹势，古立言伊就找国民党的即个外交国防委员会委员去讲话嘛，吼讲支持嘛。大家真认真咧做笔记呢。其实是其实会支持啦。你讲哦，迄确实啦，因为对即个第二本主席来讲吼，伊嘛讲啊合理，因为伊当选以后，古立文嘛去古立言伊嘛去拜会嘛，去中央党部去拜会伊嘛，两个见面嘛。啊，这立文主席嘛讲啊，伊讲合理，即个国防预算啊，伊支持嘛。啊，当然即个合理，踮伊心内是偌济，即马伊无讲偌济嘛，大家拢毋知影。啊，问题即马即个赖总统伊昨宣布是讲未来的8年，吼要1.25条嘛。啊，1.25条，我必须讲啦。第一个一定要用特别预算，大部分一定用特别预算。你若讲用咱普通的即个国防预算入去吼，莫讲啥。中央政府都制裁袂掉，为什么？咱比讲对咱其他部会的预算一定是排挤的，因为咱即马今年来讲，明年度，咱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差不多偌济，差不多3条左右啦。啊，你若讲分8年嘛，1.25抵8，千几亿啊，千几亿啊。啊，无迄是算起来是特别预算哦，伊讲这毋是变的。3条增加1000，像杨老师讲的，放伫一般预算内面，咁袂使。无遐简单啦，因为有的物件是讲今年突然间哦，就讲这告诉这个记者个补充就是讲，突然间讲美国讲好讲什么物件要卖咱时阵，伊都要另外去编嘛。因为有的物件袂，因为咱若普通预算是讲咱平常时咧做的，还是讲已经开始咧买、开始咧生产的，咱开始咧付钱的，咱用这种年度预算。啊，若临时的咧，临时性一定要用特别预算的啊。哦。而且这足侪项的是讲，因为当阵昨嘛，国防部长嘛有咧解说嘛，讲因要投资伫倒呀时阵。足侪项的啊，所以这应该用慢慢来去编这个特别预算，慢慢来去消化。有迄个 down payment 概念啦，就头一期啊，第二期、第三期啊，要保证2、3期每期要到，所以咱先编得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吗？因为伊今日有特别有讲。老师有意见。这特别预算，这唔是安尼讲啦，因为你国家有偌侪钱，你里面还会再收到偌侪税金，这正在的嘛。你唔是讲你用特别预算，你都无用到国家的钱嘛？啊，只有其他的来源做这开销，无可能嘛。嘛是共款，所以你用特别预算，嘛是会排挤甲这个教育啦、社会福利啦，吼，这方面的这经费一定拢会排挤。就这印钞票，对，拢是共款啦。啊，毋过是咱无法摕入去这个一般的预算内底，因为你咧审查一般的预算的时阵。哦，你立法院也是讲咱行政院咧编这预算的，伊都要考虑到咱税入甲税出的平衡嘛。啊，你特别预算因为你有紧急的状况，你就会使这点你就大概忽略个嘛。啊，毋过你嘛才去借钱啊，你嘛才去好借钱啊，这一定要借钱，一定要借钱啊。所以一定要借的。所以嘛是所以大多有讲到讲咱这个编这个大多讲伊个财化化哦。行政院反对的理由是讲，那照你即摆立法院这版本，吼，你可能会突破咱15%的规定，对，袂使个超过这个救济的这，袂使超过你国家总预算。机制上限啦，嘿。对。啊，你若单这国防预算的这部分已经超过啊，放弃啊。啊，你迄就超过，你要讲这对无？洪总，好你。其实我做赞成都要杨老师讲的吼，你特别预算甲年度预算要分好，啊，过来你的财源要算好。但是咧，咱即摆咧创啥物？所有人拢咧无用啥，去提款机领1万，啊，过来要去邮局办1万，啊1万安怎来？就是咱的财政部去估即个讲今年收的税，吼，这是前一年个编好的，就是讲我想讲应该无收到遐济税，结果收到超崩济啦。
啊，大家拢看到迄个钱，吼，哇，嘴拢流出来，吼，然后流嘴暖拢头来，好啊，甲编一个2360亿，开了，半年开了，啊，开了无要紧，后壁佫2个风灾，花莲马太安溪流出去，一流出去，结果即摆买一个特别预算，所以本来规个盘是免借钱的，结果全弄一个3条一个出来，很爱借啊，吼。所以毋才讲行政院有伊的苦衷，但是我嘛赞成讲，拄则有老师讲，行政院敢有去甲财政部敢有去甲立法委员动头。啊，其实我听今日都院长讲的吼，伊的意思是伊讲真诶啦，伊私底下有去问这个县市长啦，吼，伊讲伊会搁含伊搁讲一届。啊，进前有讲，但是无先讲，吼，毋知詹上正市长会讲。对啦，用钱的是县市长，但是心早是立法委员啊。我知啊，所以毋知讲，伊敢有真正咧想国家？因为立法委员咧想啥？想2026年要选举啦。因为县市长也选无好，伊立委嘛无好啦，伊的选区嘛无好啦，伊迄个县市嘛无好啦，吼。我讲真诶啦，这对政党政治来讲真好，拢有替家己诶吼，同志有咧想吼。你县市长选好我嘛好嘛，我立法委员嘛好嘛。但是你有把国家放在上第一位无？你有把人民放在第一位无？你敢讲卖借钱，结果啊，大家拢人输开，叫爽诶哦！我拢做好人，我拢通过这医生，吼，我拢照顾恁，1万块现互你，有爽无？县市长好，200亿嘛互你，结果你去创啥？唔知，吼，咱先莫讲，真侪拢出代志，吼，咱个讲到遮就好。所以毋知讲，这个国家是毋是咱家己的？啊是大的目标、大的局为重，啊是讲我小我家己吼口做吼，啊是我要选举较有力，安尼就好。敢有咧想这？吼，这先问家己立法委员。我先问公道伯啊，老师，这吼安尼一项啦吼。财政委分法啊，老师的意思是讲啊，较乐观的啦，你就搁送嘛，吼，伊就较软的。啊，那这特别医生呢，人伊就话头先，还是讲啊，伊就是手势举较悬啊，唔通来检，但是伊就先话头打伫头前啊，啊，这就爱，这是毋是爱倒院长爱先去人点头啊？安怎？这个我实在是无爱。进前迄个大罢免的这个情形，迄阵的气氛又去走出来咧。对，所以我头都有讲去嘛，你即马都已经公开咧讲啊，伊讲伊即马甲各县市的这个县市长拢有协调过啊，拢有甲解释过嘛，吼，啊你使说服因，吼，啊当然对这立法委员就造成一寡压力嘛。啊第二点的，伊佫特别讲着，伊会点着，伊讲我即马甲企业界有去做沟通啦，吼，啊，企业界是。选举的时阵，关键金主啦，对无？哦啊，所以企业界若会使互这党院长遮来说服，那国民党伊哪有反对的这立场啦？嘛唔敢反对啊，伊若反对下摆政治现金都袂入来啊，哦，所以这就是一个民主政治操作的方式嘛，哦，所以我感觉这党院长这公开，吼啊甲接触，哦，这2项都要尽量去做。我相信伊若提出这诚意出来吼。这个反对党虽然讲有政党的这个考虑在内底，要反对嘛有反对无路啦。哦，但是蔡老师，你认为安尼落去，尤其到蔡老师，你头下佫家己先讲，这个宪法法庭即摆就未解决啦 ，NCC 嘛，建摆的提名就无啊，吼，拢甲你好决啦。但这个气氛，咱是倒一个较要紧，即摆是。医生较要紧嘛，吼！医生若有通解决，若是像老师所讲的安尼，遮乐观，会当大家对遮先即个结先拍开，啊，刷落来，到有通慢慢啊一路顺风，保存修缮。伊即个行政院版本出来了，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是即个高雄市的，伊意思讲，伊即个版本内底嘛有袂歹的所在啊，但是。无法度伫庭事委员会里面，迄个铁帮一地啊，无可能，互你袂讲一啦。我人杨老师就讲啊，你去上嘛，去上看嘛。我意思就是讲，伊即个版本内底
就是讲有可能中央会感觉讲哦，南北要平衡，吼，我互南部的县市吼，拨一寡迄个补助，即就是讲统筹分配看意思，就是讲中央来吼来主张，有当时啊吼，做一个县市，咱就安尼甲调整。但是伊即摆吼钱拢发落了吼，死定定啊啦，无再着用啊嘛。所以我意思就是讲，你已经过啊，即摆到备火车无再着用啊，吼。啊是安怎？我的感觉是安尼啦。恁即个党内底，若拢干那一个意见，啊你拢感觉永远拢恁对，吼。啊我感觉讲这嘛无法度协调啦，毋是讲伊无爱去甲拜托啦。拜托的意思是讲，逐个吼。你鸟者，我鸟者，拢有机会嘛，吼啊！但是若是讲无啊，就安尼啊，吼！你讲啥拢无效的时阵，其实无法度啦。啊，比如讲，这国防医生足简单的啦，对方伊无认为是敌人呢，伊是认为是贵人呐。因为我选举的时阵吼，出贴影片来甲我听呢，我哪会使甲增加到3%啊？我是要去甲伊讲，我是啊以后要甲伊见面，为着即个代志，伊当然就落软啊。人拢是安尼啦，所以我讲互你听啦，伊无认为伊是敌人啦，吼，但是伊要拍要离，伊佫无爱去发声啦。敌无敌人我唔敢讲，但是我的感觉是讲，即摆这政治气氛应该先对立法院内面来改起，才有通啊慢慢一步一步较务实啦。伊讲韩国卢院长都无才调去甲报困伊讲，啊无你留一步啊，吼，伊感觉讲我佫比你较细汉呐，伊个意思就是安尼来讲，我无才来甲讲啊，恁家己去处理啊。吼，我讲啊，政治若安尼，这立法院长做甲嘛真艰苦啊！吼，不管伊啥物党派啊，照你讲是大家坐落，啊无你我看韩院长是做甲真快乐的。啊无啦，都毋免做，毋免，伊拢毋免瞧嘛，因为嘛无材料瞧，都恁你通过就好啊。吼，啊恁上大，啊你搁要搁讲吼，总统吼权力足大，权力拢落伫伊手内底，结果国会恁拢安尼创，你搁咧讲吼，这独裁。我看无咧，是恁国会独裁啊，毋是总统独裁。咱李老师是其实到后边吼，我是感觉讲啦，这个国防预算到后边应该拢会通过啦，应该会通过啦。因为主席应该讲一句话嘛，伊尊重立法院党团甲立法委员的决定啊，会判断安就好啊。伊对伊来讲已经解脱啊，伊就免讲啊济啊。当然，因为伊昨批评这罗总统的一个点哦，是因为讲罗总统伊是先踮咧美国报纸投诉，甲美国人讲，当然伊目的是要甲川普讲，川普政府讲。川普无咧看迄个报纸。安慰伊可能无聊会甲报告讲讨厌迄个报纸。伊会无聊会甲报告讲，台湾这个有咧讲哦，伊讲伊要投资安怎嘛，对无？安尼嘛，因为川普袂晓讲，我无咧看这报纸，你们定一个迄个。昨伊讲伊弄了以后，再去一个新闻前讲罗总统踮咧这个华盛顿邮报投诉，华盛顿投诉安尼讲伊要加强咱的国防投资。刷来11点半，总统开记者会讲伊安怎解税，安尼嘛。下晡时的时阵。上出来讲话啊，欧布莱恩就是川普第一任期上尾一个国安顾问，就讲伊欢迎台湾增加这个国防投资来投资，所以你既然讲这样的规个看起来，那伊当有咧甲美国特别甲川普总统咧甲看讲，我有咧看重你讲的话哦，我要加强家己这个国防的这个投资嘛。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吼，这是一个压力啦，这是一个压力，迄讲正的。所以对国民党来讲，对这个郑主席来讲吼，上简单的代志就是讲，伊尊重党团的意见嘛。啊，党团到尾来外交国防委员会，伊决定安怎做啊，就安尼做啊。但是立法委员敢会就安尼做？其实照你讲是，因为像这个陈永康委员，伊家己进前是海军上将、海军司令嘛。前舰计划是为伊开始咧规划、开始咧推动的啊，伊无可能家己自断手脚嘛。这洪总你是看法呢？老实讲着陈上将吼，我今仔替伊留一关。顶一会期吼，顶一年咧审迄个国防预算的上尾的时阵吼，单委员本来
搁进前又替执政党国防部讲话，结果落尾去用xử理了惨的。所以去年咧收国防预算时阵吼，咧审的时阵，伊怎去用孤立，唔敢搁举手啊，唔敢搁举这边到这边的。吼，啊，伊意见去互马文君委员啊，甲徐小清委员两个拢啊砍掉，足强的哦，拢个足拢足。所以你在委员会我是现场看吼。啊，阮私底下嘛问吼，因为可能因主任歹势讲啦，啊，别个这个委员因听因个私底下啦吼，讲啊有难言之隐啦吼。啊，所以关键的时阵，爱举手爱投票的时阵，才是考验啦吼。我也嘛赞成讲，李老师讲的讲，美国人足强的意见其实是安怎？各国毋是讲咧台湾，吼，各国包括第一岛链。吼，遮个国家，包括甲印度洋这边的，吼，拢共款。你也是包括新加坡，你也是我美国的盟友的时阵，拜托你较振作的，吼，莫讲逐项拢要等美军来，无这件代志啊，吼。川普第二任会是安怎过会转来？就是足侪美国人是支持这个想法的，因为第一无想要第二个主题，美国人的主题伫海外去捞血，袂。第二，我经济无遐好，毋是过去吼，像大宅门的吼，看迄中国剧大宅门，好我做过咯，无哦。传到你这地时，你这公主已经无钱啊，伊嘛真清楚美国的经济无好哦，伊是讲真诶，伊家己吼是咧拍机会吼，拍机会吼，拍讲哇足强我足强，其实毋是，伊是讲要振作，包括伊的工业啊，真正讲吼真诶啦，是安怎？国防部长今日有讲，迄7大类的武器其实拢有得到美国的同意啊，只是有诶还未公布尔。行政部门其实同意的，啊，行政部门一定要经过国会知会，吼，啊，甲国会讲，我要卖啊，但是这要听出来真了，所以包括咱这边啊，无甲对方讲我有准备钱的时阵，啊，美国国防部甲国务院哪有可能国讲啊，讲我宣布一个啦，你无要买。我感觉甲你讲，无处理。所以这安尼看起来是已经双方面拢讲好好，只是剩那边委员是有要举手通过的意思。真成这个精势，但是爱看大家对这个国家重要决定有啥物共识。我感觉这美国吼对咱台湾的政策嘛是充满了这种矛盾的所在啦。啊，一方面啊在商言商，希望讲你武器加买淡薄啊。啊，另外一方面，伊嘛鼓励你较大陆去对话啊，叫大陆会使有一块接触啊。啊，是咱这台湾即马，咱即马主政者无愿意甲大陆有任何的接触啊。啊，毋过美国拢踮咧公开的即个文件内底，拢讲你希望你台湾会使甲大陆有一些接触啊。所以这是两块矛盾的所在嘛。像我头仔讲这正水感的问题，头仔人讲，即马咱。战略已经改变，咱就是滩头吼防卫吼，要互大陆攻入来，咱踮咧这打城镇战，这是咱即摆设计出来的这个战略嘛，吼。啊，毋过咱你若安尼，你若想要发展这真水感，真水感是攻击性的武器呢，哦，所以啊，美国当初嘛承诺啊，嘛答应讲要互咱技术方面的这个协助啊，啊，结果即摆真水感就定袂落去，啊，美国嘛无出声啊。所以我感觉美国伊是一个商人的商人的这款心态啦，哦，伊会谈伊就加谈啦，哦，啊死搞才讲啦，哦，若发生这个纠纷的时候，我要派兵无派兵，咱无法度死搞才讲呢。啊是啊，啊但美国立场是安尼啊，伊即摆无当所谓的外交模糊策略啊，伊拢无甲你承诺讲，你若阿强若拍过来，我绝对派兵来甲你保护，从来都伊毋敢安尼讲啊。啊，这所有责任都变咱家己爱承担嘛。咱爱买武器也无爱买。啊，武器嘛是爱买啊。嘛是爱买。嘛无买到安尼迄款程度嘛，无买到啥物正水感迄款程度，你讲要滩头主角。所以无爱买咱呐。你都要用这款所有的不对称的这作战方式啊。太红椒你要补充。其实吼两件代志吼，爱来底报告啦。唱水感吼，毋是讲攻击性尔，其实对方的船要过来。爱先过一关啦，吼，所以你也无，也是讲无够，我都先甲伊的船，包括登陆舰，先甲拍掉一部分，吼，
包括伊要塔头前的箭杆，我都先甲拍掉一部分。迄登陆，佮毋是讲一部分人登陆，就是大规模的像诺曼底的登陆，几十万个人起来。啊，迄个滩头嘛未决胜啦，我讲个歹听啦。所以迄毋是战略，迄是会发生的情形、的场景 scenario 会发生。 有可能发生。老师啊，赞成我买武器，是讲卖买较济，啊，但是都要讨论。川普，伊讲有战略模糊吗？嘛无，伊讲什么？台湾是台湾啊，伊讲安尼。袂当接受一种的完全。